喺香港可以富過3代嘅家族真係屈指可數，但有個家族傳咗5代，足足136年，唔單止冇分家，資產仲翻咗上千倍。佢就係李錦記。呢個家族規定唔准遲婚、唔准離婚、唔准有婚外情，邊個犯規，邊個就要踢出董事局。李錦記歷史上經歷咗3次分家大難，每次都差到搞到品牌倒閉。第一次係創辦人過身，親兄弟要分產散夥，最後靠借高利貸買翻啲股份先保住個牌子。第二次去到第3代，親兄弟再次反目，鬧上法庭，工廠停產半年，差啲破產。痛定思痛嘅第3代傳人李文達意識到，如果淨係分錢，李錦記遲早玩完，所以佢請出咗李錦記家族傳承嘅2大神級操作。第一，家族委員會高過董事會，唔少公司係股東話事，但李錦記係家族委員會話事。喺呢個委員會入邊，唔談生意，淨係談感情同家規。第二，股權信託化，所有股權都被鎖喺一個唔可以撤銷嘅家族信託入面。亮點嚟啦，家族成員只有分紅權，冇處置權。你想賣走股份換錢去賭博、去揮霍，門都冇啊！呢樣嘢好似一部永不停歇嘅自動提款機咁，只要家族唔散，後代永遠都有錢拎。點解李錦記要規定唔准離婚？因為喺信託架構之下，一次離婚就代表股權會被稀釋同外流。佢哋甚至會設立咗家族學習基金，後代去哈佛耶魯讀書，信託買單，返家族企業實習，仲有專門嘅導師帶路。普通人睇到嘅係一樽豉油，頂級富豪睇到嘅係一套歷經百年不朽嘅治理邏輯。